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5册第1课过中秋。8月15迄一暝，食油仔，切月饼。阿公讲古互阮听，全家团圆哪过年。盼望逐工拢是中秋暝。练习元旦、过年、元宵节、清明、母亲节、肉粽节、5月节、中元、教师节、新年头、旧年尾、5月5、龙船鼓、满街路。